我都要。哎，哦，你好。哦，哎，你好，你好。院长，我首先送你一个口罩。为什么哈？因为那个，我是建议就是说有开会的时候，好，大家在空间，因为院长是一个带头者哈。那如果说以后各个开会，大家尽量防疫自己。那因为现在那个没有症状的那个带源者，哦，我们也是要防哈，大概是这个用意。台湾本来是非常大的，很大量倚重于口罩进口。台湾本来是口罩就非常不足的，但是在疫情当下，我们可以看到口罩的生产厂商全力配合，并且国军弟兄加入协力，我们不但口罩的产量日有增加，甚至于政府在第一时间去能够从最快的来组成，增加60个生产线的口罩增产，所以我们很快在这个月底、下个月初，可能就能达到日产1000万片。那在这之前的险境情势跟口罩量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就决定口罩限制出口。当时还有人妄加批评说不应该出口，甚至不应该限制，甚至还要捐给外国，捐到哪里去等等。但后来看到民众排队买口罩，买不到口罩，口罩有缺的情形下，你就可以看出我们当初做的决策是对。那现在世界各国都跟进限制口罩出口，现在世界各国都抢着买口罩，还买不到口罩，反而台湾人只要用你的健保卡实名制，就一定买得到口罩。我教细菌、教病毒，教这么久，我从来也没有碰过一个病毒，就是说没有症状，还有这么高的传染性。所以我是在这里建议行政院哈，在所谓健康人不用戴口罩哈，这个定义一定要讲清楚，因为现在我们从那个钻石珍珠号就是看到很多没有症状的人有高传染性，所以今天有借这个机会，请行政院未来在对国人宣导什么时候要戴口罩哈，就是讲得更完整、更清楚哈，让大家有所依循。